設有分段收費。下一站係可豐中學。The next stop is 可豐 College。下一站是可豐中學。本班車為48X線，開往灣景花園。梨木樹村。The next stop is 梨木樹 Estate。下一站是梨木樹村。九巴多條路線由九龍新界各區直達高鐵站，接通全國各大城市，快捷方便。九巴高鐵接駁路線班次頻密，選擇多。出行搭高鐵，九巴接駁最方便。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請緊握扶手。路。The next stop is Chongwing Road。下一站是昌荣路。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請緊握扶手。係健全街。The next stop is 天川 Street。下一站是
健全街。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. 請緊握扶手。